新台市来看，新北市又搁发生抢案，新店今仔透早，警察接到线报，要去抓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哦，也毋过嫌犯抵抗，警察是向嫌犯的车开2枪，嘛伫伊的车内底搁有徛家找到4支枪，抓到2个嫌犯。警方嘛发现讲，嫌犯可能家己有做炸弹，嘛出动拨破小组来现场处理。一群野青向人人开枪，接到线报讲这人有真侪枪，时时保持警觉。车内查甫人想要冲动击捕，员警下令无效，搁向车开枪示警，警匪相向，最后强行将人压制。出来看的时候，好像是警察在跟歹徒正在搏斗。很多人的声音啊，后来说要开枪就开2枪，砰砰。车身留着明显的枪支孔。台北市警方跨辖区查缉28号透早5点外，伫新北市新店连续开2枪，逮捕嫌犯。车内超出1支改造的枪，为嫌犯徛家，搁查到3支非法的枪，包含海洛因、安非他命等真侪项毒品原料，初步市价差不多是50万。行路未稳，由员警插上车，这姓陈的嫌犯，家己讲是得到渐冻症，有枪炮甲毒品前科，过去真侪摆被抓。今年5月伫新店，嘛甲警方交火，即摆搁被抓，员警搁查出厝主甲有合作关系，共犯列为嫌犯，带回侦办。对于诚信犯行的了解，过去也有涉及到相关的枪炮的案件哦，那所以这次我们特别调集大批的警力，那利用这个清晨。民众较少的时段那减轻对于周边的一个干扰，最后也在没有伤亡的过程中将这个诚信犯嫌来做逮捕。用真侪层塑胶袋啊包掉咧，亲像铁管的物件，放伫嫌犯厝内，员警唔敢大意，都惊是土制爆裂物。警察局也出动爆破小组到场，专按照枪炮弹药、毒害管制条例等罪嫌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。